其實我們之前呢也沒有這樣大規模的做一個展覽的，於是我們就想到用這個主題，就是香港電影的預告片，來做一個展覽的主題。這也是香港在這方面的第一個展覽的主題。既然我哋係一個第一步做嘅展覽啦，咁我哋就希望咧用一個比較人哋容易接受嘅方向去辦呢個展覽。咁我哋就諗不如我哋用預告片嘅特色嚟到做一部分。我們的主要的理念呢，都是希望可以帶出一個文化保育的重要性。這些電影的物料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它也是好像其他的文化的資料一樣，都是需要我們去保育下來。然後呢，經過幾十年或者是100年之後呢，才能夠重新的去展示出來。其實預告片咧係可以講咧。係香港電影發展嘅一個精華部分，甚至你可以當佢係一部百科全書嘅目錄咁樣睇。你揭咗呢個目錄，你就會知道大概嗰個發展係點樣樣。即係我展有唔同嘅生命，我每一次會去諗咗一個方法，令到自己都覺得，咦，好開心，可以令到自己刺激到自己個思維點樣去變另一樣嘢。